阿婆。你是惊尾迄个阿囝伯？对，我也无所看到的人影就是你，我要来去报案。慢走，你慢走，慢老点讲，慢。是啊。平聊，你有个害死人啊！你知无？我唔是超过爷，我唔是超过爷。不管你是不是故意，这边你一定要受法律的制裁。不用的，我袂当叫我掠去关。哎呀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永斌，你不用答应伊，你千万不要答应，你有听到无？哎呀，你嘛有看到，我唔是超过爷。搁再讲，你还想我卖？假使讲我来叫我掠去，阿爹知影伊会偌伤心。也搁有啦，慧君甲伊巴肚内囡仔，从以后是要安怎？明良，你莫搁听伊讲。明良，三年都要赔命，你谁人要一错再错？阿娘，我知影我唔对。我甲你跪落，我就算，这是最后一遍，从以后我绝对好好做人，我绝对好好做人，我就算。偏偏你莫搁听伊谈阿伯讲，你出事阿毛伊是为什么？到尾你得到什么？你若讲阿毛，你就死了，这条你有听到无？袂用啦！点屁！你讲点屁，你这小杂某！为何你咧讲话，你哪有插嘴伊的？什么命？阿苗苗，我今仔袂使讲你，我受你欺负，你就是查某囝，有代志你家己承担，起来来走。你给我等来！慧君，你莫生气啊！我是恁人的，你无听我讲话无要紧，你谁人要帮助我人？我人，我讲你才是我人呢！即马是咧乌白讲实的。别了，我已经决定啊！阿兄，你是答应的是？慧君讲了无问题，查甫囝，家己做家己担当。好，你若听大声，你规矩做伙死死的！你来死！我爱你死！我来死！你来死！我来死！你要死！明了！
我已经死啊！哎呦，嘿，啊，这死一箍，这死一箍！哎呦，师傅，紧来紧来，紧来紧来啦！刘娜呢？明亮啊，明亮，明亮！慧君，你看死明亮！不是，阿爹，君若是讲嘅，是我甲明亮拍死的，是我，是我讲死的，是我，明亮，阿爹是我，是我。好啊好啊好啊！恁安尼吼十嘴九尻川，我是咧听甲无煞煞。恁家己讲啊好势，啥人是凶手，家己承认，莫互本官伤脑筋。对啦，慧君，你紧讲，到底是啥人提死人？惠大人，谢明良伊拍死老爸，我失手过来拍死明良。慧君，你来做这个糊涂代志，你来糊涂啦！我家己所做的代志，我家己承担。大人啊，你有听到哦？慧君是真正凶手啦！我的囝明斌哦，伊不是凶手啦！也毋过王明斌伊家己承认伊是凶手，你是叫本官要安怎定断啦？命案凶手若有双胞，县官头疼强要哭，亲情义理放水流，我看到伤心强要好。少爷，无你甲凶手毋是因两个人，是林有基的。哎呀，明主，你莫插嘴，此案事关重大，杀人伤命，无得甲赤家婆伊会替心冤。慧君，你害我的命来！你明知影明亮是真命天子，你搁较歹势，你害我的命来，害我囝的命啊！害我囝的命啊！我求你啦，你唔通甲拍啦！慧君哦，有心一个啦。阿爹，慧君的巴肚啦，已经有明亮的骨肉啊！是才是明亮啦，是才是咧活该刘正啦！妹妹，你安怎想都想袂到，阮代志发生甲安尼。你爱知影刘洋已经死啊，伊巴肚内有伊的后代啊。都对哦，啊若安尼讲起来的时阵哦，迄明良哦，伊当是真命天子啊。啊若回归巴肚内这个囡仔，哦，安尼就是真命天子啊嘛，对吧？慧君巴肚内的囡仔是真命天子啊！对啊，我若无想到啦，我也老糊涂啊！我若无想到啦。慧君啊，慧君啊，慧君啊，拢是我唔好，你安怎无？你安怎无？拢是我唔对，你别惊，对即摆开始哦，无人会欺负你的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根本拢无人会欺负伊啦，啊你若莫欺负就惨死了啦。别逼啦，别逼啦，为了保护我们家的这个天主出事，做所有罪过，拢爱答应，有听到无啦？大人啊，我拢讲好势啊，真正凶手哦，是阮囝明斌啊。大人，无对，凶手是我，是我。讲好势啊吼，袂阁见过哦。好，来人啊，走，将杀人凶犯押下，连日开庭再审。大人，那是我大人的命令，大人，大人，命令。有影，慧君啊，以后你着当做这间厝内面咯，当做家己的厝。二母，你嘛共款。明亮吼已经死了，慧君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亲妈。以后吼，你着搬来遮大吼，啊，大家嘛会当互相来照顾。也毋过，啊，二母啊，我看代志已经变成安尼，搁再讲慧君伊的气数还未尽，你上好是踮在伊身躯边甲伊照顾，啊若无伊若是有想袂开，发生什么代志，到时就真歹收煞哦。
有啦，任务啊，好我规矩哦，先甲带入房间内底休困较要紧啦。对啦，啊等下吼，啊炖一个鸡汤吼，等我回滚小补一个吼。对啦，我现在来倒食。讲到食，你就真歹呀，唔通烧妖鬼哈。好啦，快点，来，别烦恼，行，来。车卡无啊？请教一下吼，你看回滚吼，迄巴肚内迄个囡仔，是毋是真命天子啊？这个问题若讲透机，你会感觉真稀奇。人活的本是为了一口气，你想遐济是要创啥物？人生可比一般棋，忙忙碌碌费才艺，何必计较费心机？旭日树梢听鸟啼。每人拢有心头愿，只惊岁月急流转，一天到暗想尾来造反，就算皇帝有几人团呐，几人团。无咯，啊你啥安尼细细念，我念甲咧我雾煞煞，到底是念什么玄机？无啊，啊你嘛小甲我指点一下啊。你想要知影？这是龙穴，是天地集合的所在，但是这是可有而不可求。而且若想讲要得这个龙穴的人，伊的主人就爱平常时啊行善布施，有伫咧救世。啊，若是无食，迄是无可能。搁再讲，你就是想过挺成你的囝，今仔日你的囝唔才有这款的路场，这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啊。无啦，啊这过去的代志吼，都过去了啊，莫搁讲起啊啦。我即马上要紧的吼，是讲要来甲你请教吼，回滚的巴肚内迄个囡仔，是毋是真命天子啊？啊是安怎？啊毋是要搁安怎？王元贵，不管安怎样，你一定要爱善待回君以及巴肚内的囡仔。敢讲若毋是真命天子，你就无要治这个囡仔，是毋是？无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是讲哦，是我哦，还未死的之前哦，我有一个心愿啦，我看是啥物人哦，有法度伫这个龙穴内底吼，甲我生一个真命天子，安尼我死都愿客啊！虽然是有这款的计，但是嘛都要有迄款的命才有法度啊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今倒转去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哎呦，安尼莫搁再哭啊啦！我这人做良心的，我过来去哭哦，我家己后根本挡袂牢哦。心病也着心药医，无药对症加了米，规军房内咧哭啼，好话上劝无计死啊！无。这就是恁家己破坏的所在，这恁家己爱反省，这我哪有法度？哎呀，紧的啦！是安怎啦？小叮当的啊！哎呀，迄慧君哦，伊无代无志，全咧起笑起来啦！真是有这个代志？嘿啊！回滚啊！回滚啊！该来总是爱来，这是定数，什么人嘛无法度改变。行，咱大家去看卖。慧君唔通安尼啦，慧君！哎呦，慧君，我想你。回滚啊！你起笑掉了！
主，我为这个你不啊，倒下去啊！倒下去啊！倒下去啊！我这个囡仔，还不懂。回滚！回滚！你在哪会啊？老伙，啊，你唔同老体啊！哎呀！我老弟啊，我但是勇敢的了解，我但是真命天子。小人啊，可怜啊！你还是未来的真命天子，我要报仇啦！报仇啦！你来甲得手嘞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会该刣死呢？我是阿袂刣，伊还是真命天子，伊讲生100摆，都无当你无对我开开剑啦！王万贵啊，你知影无？你若该底死，你是爱食无钱饭呢？吃无钱要是安怎？一切拢完了，一切拢完了。无悔，这是上天你甲我创治的是无啦？无，上面这个预言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啦！哎呦，啊，当我找好你留你也多啊相信。我甲你讲啦，天甲下吼，拢无人会准，干那阮三会准。我以前当初我是真正的真命天子，一直我到我老，才出来讲我的后代教皇帝命，然后命运出世，一个囡仔出世，过去就正当，因阿娘生了，就去互耍死，我就知影讲伊就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啦。伊即摆嘛一开始啊，你敢知影为着你这种的想法，你可能后家即摆变成什么款的模样？是讲哦，明亮都已经死啊啦吼。啊，若讲恁兜是真正有良血的话，啊，那咧真命天子是啥物人啊？啊，无讲有可能讲是恁来拜他民兵哦。对，迄臭头全部都让你做皇帝啊！阮家拜卡哪让你做皇帝？哎呀，万贵啊，啊，这话拢是你家己讲，啊，那咪安尼，啊，那咪搁安尼，人哪有办法？但是明明即摆已经掠去互关啊！无，唔是，明亮唔是被变害，是回军，回军才是明亮啊！回军，别是完了嘛！你还去自首，你一定要救明明出来啦！你要救明明啦！对我要救明明，我要救明明。你是歹人，别过来！回滚！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你要救明明！你别走！你要救明明！你别走！你别走！爸爸来，等到回军安尼死，对伊照着真大的转机。小安，明珠，你赶紧去电看卖。对，你去，这间我留咧好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去自首！你给我回来！真命天子，真命天子！你给我回来！真命天子！我打了真命天子，我打了回军，你给我回来自首！再无我免再帮你耍！明掉！你这件事我跟你比啊！回军高粱，回军高粱！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明掉高粱！你这件事！你给我回来！
王天生一心一意想要对你良血，却害你的子孙带来这场的灾祸。当对，其实讲起来吼，迄个明斌哦，甲迄个慧君哦，我是感觉吼，这对苦命冤冤哦，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你甲想看卖呢，下师，因两个到底后摆会结婚还袂结婚哈？这哦，无一定是会啦，吼。也毋过吼，这是互世间人吼一个境界。虽然是讲这风水真重要，但是咱人嘛都爱接着。你看像王天星啦，哈，安尼忙啊忙啊，忙到尾啊，嘛是变成空。变成空。对啊。奇怪。师，啊无即摆到底是搁啥物无对当啊？怪奇，真怪奇！看伊兄头是红基基，应该行运好无比，怎会犯罪判流离？啊，看伊又念又搁比，袂输咧起笑也白痴，可能日头甲伊拍甲强要困去，赶紧甲伊解救无缘地。来，我就。哎呦，我一个戆刀的，啊！但你是咧创啥啦？你安尼规工咧笑人人，你即摆是甲掠啥物意思？我拢看无呢。啊，佳仔，你即摆咧正常，无发烧。我是讲拄则吼，咱规路落来去吼，你一定惊伤忝的款啊！啊，所以吼，我看你搁比搁念，一定是去逼着我。我这个头啊，免，多谢你的提步。大弟啊，你看卖，头前迄个犯人哦，头遐是红基基，应该是咧行大运，安那咧做犯人，搁双手去用扣咧，你无感觉遮奇怪吗？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多送起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？